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初3，诗篇96篇30安尼讲：就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，就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。三甲来祈祷，愿要宣扬你的荣耀，甲作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大气力、大权能的至高上帝。你是有大慈爱、大怜悯的疼痛天父，主啊！你救赎阮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恁爱甲慈悲做阮的免流。主啊，愿你的慈悲临到阮，互阮活，因为你的律法甲命令是阮所喜爱的。主啊，愿一切受你创造的，伫你所管理的逐位，拢着来学乐你。主啊，因为阮是你所创造的，阮拢是你的，阮是你的百姓，也是你草场的羊。因为安尼，主啊，阮要对万国宣扬你的荣耀，对万民讲起你伟大的作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